西藏生死書，作者索甲仁波切，翻譯鄭振煌。希望呢本書可以成為瀕臨死亡者同埋亡者嘅解脫指南。希望呢本書可以對所有讀者有所助益，並且引領佢哋邁向正義嘅旅程。自序：西藏係我嘅故鄉。6個月大嘅時候，我就進入我嘅上師長楊欽哲秋吉羅卓嘅寺廟。藏傳佛教有一個殊勝嘅傳統，就係尋找過往嘅大師嘅轉世靈童。佢哋好細個嘅時候就必須要接受特殊嘅訓練同埋教育，準備日後成為老師。我被命名為索甲，雖然後嚟我嘅老師先至認出我係托頓索甲嘅轉世。我嘅前世係一位好出名嘅修行人，佢係13世達賴喇嘛嘅上師，亦都係長楊欽哲仁波切嘅一個老師。喺藏人裏面，我嘅老師長楊欽哲算係高嘅，企喺人群當中，總係比其他人要高出一個頭。佢滿頭銀髮，剪得好短，刺眼閃目，幽默風趣，耳朵好豐滿，好似佛陀咁。但係佢最吸引人嘅地方並唔係呢啲，而係喺揚眉順目同優雅舉止之間流露出嚟嘅智慧同高貴。佢嘅聲音渾厚迷人，開示嘅時候頭會稍微向後傾，發音潸潸而出，美如詩篇。雖然佢法相莊嚴，但係佢好平易近人。長楊欽哲豐富咗我嘅生命，亦都啟發咗呢本書。佢嘅前世改變咗西藏地區嘅佛教修行，但係喺藏地淨係靠轉世嘅頭銜係唔夠，唯有學問同埋修行先至可以贏得尊敬。佢閉關多年，相傳有好多神奇嘅感應。佢學富五車，證悟高深，好似一部智慧嘅百科全書，咩嘢疑難困惑都考唔到佢。藏傳佛教嘅修行宗派有好多，但係大家卻公認佢係一切教法嘅權威大宗師。對每一個識得或者聽過佢嘅人嚟講，佢就係藏傳佛教嘅化身，就係修行圓滿具足嘅鮮活例子。我嘅上師曾經話畀我知，佢嘅志業要由我嚟完成，而事實上佢亦都將我視為佢個神仔。我喺弘傳教法嘅時候，所能做到嘅同所能接觸到嘅聽眾，都係嚟自於佢畀我嘅加持力。我細個嘅時候嘅回憶，大多數都同佢有關係。我生長喺佢嘅氛圍裏邊，我嘅童年完全受佢嘅影響。佢就好似我嘅父親一樣，有求必應。師母即係我嘅姑媽，康長慈靈秋龍經常同我講：上師好忙㗎，唔好煩佢。但係我總係黐住佢，佢亦都好高興我跟前跟後。我問佢問題，佢總係不厭其煩咁回答。我好調皮，除咗我嘅老師，冇人可以管得到我。每當佢哋要教訓我嘅時候，我就跑到上師嘅身後，爬上佢嘅法座。呢個時候，邊個都唔敢越雷池半步。我踎喺嗰度，自得意滿，
而佢只係哈哈大笑。後嚟有一日，我嘅老師私底下同大家講明，為咗我好，唔可以等我繼續咁馬騮落去。因此，下一次當我再次走到上司嘅背後藏身嘅時候，老師就走入房間，向我嘅上司三頂禮之後，就將我拖咗出嚟。我當時就諗，真係奇怪，點解佢又唔驚我嘅上司嘅呢？長陽陰子通常都住喺佢前世嘅房間，就係喺嗰度，佢嘅前世睇到咗瑞相，發動咗19世紀橫掃西藏東部嘅修行復興運動同埋文化復興運動。嗰個房間好殊勝，並唔係好大，但係佢充滿住神奇嘅氣氛。成間屋都供奉住各種神像、圖畫同書籍。佢哋將呢間房稱為諸佛嘅天堂、灌頂嘅房間。如果我對西藏仲有咩印象嘅話，就係嗰一間房，上司坐喺木質皮套嘅矮凳上邊，我就坐喺佢嘅隔籬。唔係佢缽裏邊嘅嘢，我係唔會食嘅。隔籬嘅小臥房有一個陽台，總係光線昏暗，牆角放住一個小火爐，爐上嘅茶壺成日咁樣燒住開水。我通常都瞓喺上司床腳邊嘅一張細床嗰度。佢喺度念咒嘅時候，撥動念珠嘅聲音，最係令我終身難忘。我上床瞓覺嘅時候，佢就坐喺嗰度修行。第二日清晨我醒嚟嘅時候，佢都仲係坐喺嗰度修行，不間斷咁加持。每睜開眼睇到佢嘅時候，我嘅心中就洋溢住幸福溫暖。佢就係有呢種令人安詳嘅氣質。我大個仔之後，長陽陰節就要我主持儀式，佢淨係負責領導唱誦。佢傳授教法同灌頂嘅時候，我都在場。但係我記得嘅，與其講係細節，都不如講係成個氛圍。對於我嚟講，佢就係佛。呢種信念喺我嘅心中永不動搖。佢周圍嘅每個人亦都係咁認為嘅。喺佢傳授灌頂嘅時候，所有弟子全神貫注，幾乎都唔敢睇佢嘅面。有啲人甚至睇到佢化現成前世或者各種佛菩薩嘅形象。每個人都嗌佢做仁波切，意思係話尊貴者。呢個係對上師嘅尊稱。有佢出現嘅場合，其他嘅老師就唔會咁樣俾人稱呼。佢嘅出現感人至深，好多人都同佢將佢稱為五初佛。如果冇遇到我嘅上師長陽陰節，我知道我會同而家完全唔同。佢充滿溫馨、智慧同慈悲，體現佛法嘅神聖真理，等佛法落實於生活，生機盎然。每當我同眾人分享上師呢種氛圍嘅時候，佢哋都深有同感。咁長陽陰節又俾咗咩啟示我呢？呢個就係對佛法不可動搖嘅信心，以及對上師無比忠誠嘅信念。如果我有咩見解，我知道都係嚟源於佢。呢種恩德我永遠都唔報唔到，但係我卻可以將佢傳遞俾他人。
我喺西藏度過咗青少年時期，我見到長陽陰節喺眾人之間散發住佢嘅愛心，尤其係引導臨終者同埋亡者嘅時候，藏區嘅喇嘛唔單止係精神上嘅老師，亦都係智者、法師、醫師同精神治療師，幫助病人同埋臨終者。後嚟我就喺中陰文教得到呢本書嘅相關教法當中，學習引導臨終者同埋亡者嘅特殊技巧。但係有關死同埋生嘅課程，我學得最多嘅都係嚟自於觀察上師點樣以無限嘅慈悲、智慧同埋了解去引導臨終者。但願本書能夠將佢嘅一啲偉大智慧同慈悲傳遞俾世界，亦都希望讀者能夠通過呢本書感受到佢智慧心嘅源泉，同佢建立親切嘅關係。第一篇生，第一章喺死亡嘅嗰塊鏡當中。第一次接觸死亡嘅經驗係我7歲左右。嗰陣時，我哋準備離開東部高原，前往西藏地區中部。我嘅上司長陽陰節有一位使者叫做桑騰，佢係一個好好嘅出家人，喺我童年時代好錫我。佢嘅面好明亮、圓潤又豐滿，隨時都會開眼而笑。因為佢好隨和，所以佢係寺廟當中最受歡迎嘅人。我嘅上司每日都會開示佛法、傳授灌頂、領導修行、主持法會。每日終了，我就會召集同伴做一啲小表演，模仿今日早上發生嘅事情。桑騰總係會將上司早上着過嘅長袍借俾我，從來都冇拒絕過。後來桑騰突然之間病咗，而且好似隨時都會死，我哋不得不延遲出發。隨後嘅2個星期令我終身難忘，死亡嘅臭味好似烏雲咁樣籠罩住一切。我一諗起嗰段日子，就好似聞到嗰陣味，成個寺廟都彌漫住濃烈嘅死亡氣息，但係一啲都冇恐怖嘅氣氛。有我嘅上司喺度，桑騰嘅死就顯得特別有意義，變成咗我哋每個人嘅課程。喺我上司下住嘅小寺裏邊，桑騰瞓喺張床上面，靠住一扇窗。我知道佢將不久於人世，我時不時咁行入嗰間房，坐喺佢身邊。佢已經講唔到嘢啦，面容變得憔悴而且乾癟，等我覺得大為吃驚。我好明白佢就要離我哋而去，我哋再都睇唔到佢，我感到非常悲傷同埋孤獨。桑騰死得好辛苦，我哋隨時都聽到佢極力掙扎嘅呼吸聲，亦都聞到佢嘅肉體正在崩壞。一切嘅注意力都集中喺桑騰嘅身上，成個寺廟鴉雀無聲，淨係得返佢嘅呼吸。雖然死亡嘅隱藏過程折磨得佢好辛苦，但係我哋睇得出佢內心好平靜，對自己亦都充滿信心。開始嗰陣，我冇辦法解釋呢一點，但係後嚟我知道咗佢嘅來源，係佢嘅信仰、佢嘅訓練，仲有我嘅上司就喺隔籬。我雖然感到悲傷，但係知道只要我嘅上司出現，一切問題都會迎刃而解，因為佢可以幫到桑騰解脫。後嚟我先明白，每一個修行人都夢想住喺上師嘅面前死去，因為咁樣就可以等上師引導佢
行過死亡嘅福氣。長陽陰節喺印度桑藤寧靜咁樣行向死亡嘅時候，向桑藤開示咗佢正在經歷嘅每一個過程。我嘅上師知識準確，自信祥和，令我驚訝不已。只要上師在場，即使係最焦慮不安嘅人，亦都可以喺佢安詳嘅信心當中安定下來。現在長陽陰節正喺度話俾我哋知，佢對於死亡毫不畏懼。呢個並唔係話佢將死睇得好重率，佢經常話俾我哋知，佢都驚死，警告我哋唔好幼稚或者自滿咁樣對待死亡。而究竟係咩原因，等我嘅上師喺面對死亡嘅時候，可以有咁從容、真正、實際而又出奇咁無憂無慮呢？呢個問題等我着迷不已，亦都等我神往不已。桑藤嘅死震撼住我。7歲嘅時候，我第一次睇到自己接受訓練嘅嗰個傳統竟然如此法力無邊。我開始了解修行嘅目的係喺邊度，修行到桑藤接受死亡，亦都等佢清楚咁明白痛苦可以係一個生動嘅自然淨化過程嘅一部分。修行等我嘅上師對死亡了如指掌，知道點樣精確咁引導人通過死亡。喺桑藤圓寂之後，我哋啟程前往拉薩，費時3個月。呢個係一段好辛苦嘅馬背旅程。喺嗰度，我哋繼續前往藏中同埋藏南朝聖。呢啲地方都係7世紀以嚟將佛教傳授俾人西藏地區嘅聖賢、王者同學者駐足嘅聖地。我嘅上師係西藏傳統許多上師嘅化身，聲譽眾隆，所以我哋所到之處都受到咗熱烈嘅歡迎。我對嗰次旅程極感興奮，美好嘅回憶依然縈繞腦際。藏族人起身起得好早，為咗能夠充分使用自然光線，天一黑我哋就休息，破曉時分就已經起床啦。第一道燭光照臨之前，背負行李嘅犛牛就已經準備啟程。大家將個帳篷拆落嚟，最後先至拆鑊同埋灶，仲有我上師嘅帳篷。探路者先行，尋找適宜嘅紮營地點。中午左右，我哋就會停落嚟繼續紮營休息。我鍾意喺河邊紮營，聽水流聲，或者坐喺帳篷聽雨點拍打帳篷嘅聲音。我哋個隊伍唔大，總共有30頂帳篷。白天嘅時候，我騎喺金黃色嘅駿馬上面，緊挨住我嘅上師。路上佢會不停咁開示、講故事、修行，而且特別為我設計一啲修法練習。有一日，當我哋就嚟到羊腸雍楚聖湖嘅時候，遠遠睇到湖面反射住碧玉一樣嘅光芒。隊伍當中嘅另一個喇嘛佐頓又面臨死亡嘅威脅。喇嘛佐頓嘅死俾咗我另一個巨大嘅教訓。佢係我師母嘅老師，師母而家佢都依然健在。好多人認為佢係藏地最有修行嘅女性。對於我嚟講，佢係一位隱形嘅上師，和藹可親，恭敬虔誠。喇嘛佐頓身材魁梧，好似大家嘅爺爺。佢60幾歲啦，好高，頭髮花白，流露出絲毫不矯揉造作嘅紳士風度。佢亦都係禪定功夫好深嘅修行人。只要一靠近佢，就會覺得安詳莊嚴。有時候佢都會斥責我，我亦都會怕佢。但係即係喺最偶爾嘅嚴厲時刻，佢都從來冇失去過熱情。
佐頓嘅死好特別，雖然附近就有一間寺廟，但係佢拒絕前往。佢話唔想留低一具屍體，麻煩佢哋清理。因此，我哋好似以往一樣紮營，圍起圈，搭起帳篷。佐頓為師母照顧，因為佐頓係佢嘅老師。當佢突然叫佢過嚟嘅時候，帳篷裏邊只有我哋3個人。佢對師母有一個親切嘅稱呼，阿咪。喺佢嘅家鄉話當中，意思係我嘅細路。阿咪啊，佢溫柔咁講，過嚟啦，就嚟要發生啦。我冇其他忠告可以話俾你知，你而家咁樣好好噶啦，有你喺我身邊，我就好高興。你要好似過去一樣伺候你嘅師父。師母當下就轉身向外邊跑，但係被佐頓拉住咗個袖。你要去邊啊？佐頓問。我要去請仁波切。師母回答道。唔使煩佢啦，冇必要。佐頓微笑住咁講。我同上司之間係冇距離嘅。話啱啱講完，佢就凝視住天空走咗啦。師母掙脫出嚟，跑出帳篷去叫我嘅上司，而我就呆咗喺嗰度，動彈不得。我好驚訝，竟然有人咁信心滿滿咁面對死亡嘅。佐頓大可以請上司嚟幫佢，呢一個明明係好多人都好期待嘅事，但係佢一啲都唔需要。直到而家，我終於知道其中嘅原因。佢喺心中早就證得咗上司嘅現前，長陽一節同佢同在，就喺佢嘅心中。佢覺得未曾有1秒鐘離開過上司。師母真係將長陽陰節揾咗過嚟，佢躬身入帳篷嘅樣，我記憶猶新。佢睇咗下佐頓嘅面，望住佢嘅眼，嘎嘎聲咁笑咗起身。佢喺度叫佢佐根老喇嘛，呢個係佢熱情嘅表示。拉根，佢話唔好停喺嗰個境界裏邊啦。我而家明白，佢睇出咗佐頓正喺度收集一種特殊嘅禪定法門，將自己嘅心性同真理嘅虛空融合為一，能夠喺死嘅時候喺呢個境界停留數日。拉根，我哋係旅人嚟嘅啫，係流浪者，唔可以久留嘅。你等我引導你。我上司係咁講。當時我嚇呆咗，因為接下來發生嘅事，如果唔係我親眼目睹嘅話，我係絕對唔會相信。佐頓竟然復活咗。我嘅上司就坐喺佢嘅身邊，帶住佢修完破瓦法，引導佢臨終前嘅神識走過死亡。破瓦法有好多種修法，佢當時使用嘅方法係由上司念誦3遍字母。當我嘅上司念出第一個嘅時候，我哋聽到佐頓同佢一齊大聲念。第2聲就已經比較微弱，第3聲發唔出聲音，佢就走咗啦。桑藤嘅死教我修行嘅目的，喇嘛佐頓嘅死等我發現，具備佢呢種能力嘅修行人，活住嘅時候經常隱藏佢哋非凡嘅特質。事實上，有時候佢哋淨係喺死亡嘅嗰一刻出現。即使嗰陣時候仲係細路，我已經知道桑藤嘅死同喇嘛佐頓嘅死完全唔同。我知道區別在於，一個係終身修行嘅虔誠出家人，另一個係體證比較多嘅修行人。桑藤以平凡嘅方式死去，雖然痛苦，但係卻充滿住信心。喇嘛佐頓嘅死展現咗佢精通修行。喺佐頓嘅喪禮舉行不久之後，
我哋就住入咗羊卓嘅寺廟，好似平常一樣。我都係瞓喺上司隔離。我記得嗰個晚上，我擘大隻眼望住酥油燈嘅影喺牆壁上嘅晃動，其他人都已經呼呼大睡，只有我徹夜難眠，喊咗成晚。我瞓喺嗰度諗緊死同埋我自己嘅死，喺我嘅悲傷當中慢慢浮現出一種深沉嘅接受，因此我決心將一生奉獻俾修行。因此喺我年紀仲好細嘅時候，就已經開始面對死亡，探索死亡嘅含義。嗰陣時，我根本想象唔出到底仲有幾多種死亡會繼續發生。失去家人同我自己擁有嘅每一樣嘢，就係一種死亡。我姓叫做拉卡佐，嚟自西藏最富有嘅家族。自14世紀以嚟，我嘅家族一直係護持佛教最得力嘅望族，護持佛法，協助大師推動文化工作。最令我心碎嘅死亡，不久之後就將會發生。嗰個就係我上司長楊欽徹嘅死亡。失去佢，我覺得我已經失去咗生存嘅基礎。